气寸土可怜，相互生死命中缘，幸福是一盘美梦，父死之孝家家欢，天下太平到永远。就以大象这节，将士歇家回家，全民西庆团圆。吾王一令将士歇家归家，全民西庆团圆。今日西庆之时，吾王为何愁眉不作，似与心事万千？唉，相送赞，真心诚情，尽万天，在梦中雄鹰翱翔几多年，先大唐历史风华几千年，莫大唐复国百公齐昌县，闻听得唐国公子在冒险，知书达理在天下，我有心赢得清风心思天。想猜对了，大唐的史书复古，也要坚重历史文明。我仰慕一句，众王都希望娶到大唐公子。大唐的公子为君我们带来吉祥，只是吐蕃长安，相隔千山万水，但我有一样。我望生意，曾也闻大唐此今国无圣品，大唐皇帝亲民廉政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国人兴旺。
有当文明给举官，众望所向，民心所向。北镇愿做那只吉祥鸟，传世中间，迎去天仙。大香，难道你愿替我去长安向大王请婚吗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臣愿前往大唐请婚。红色蓝天永眼前，高山草原骏马驹，听风他乡赴长安，这姻缘要全靠你罗东寨。黄金放亮骏马前，锦书一封他心愿，他乡风景美无言，只愿心心美到远，佛色风华落天上，虚层层桥水畔，我的心意都在这书简之上，请大相转正大王。暂不放心，罗东站此去不能成功，绝不为罗谢。那就有劳大香了。我收拾一下，即日启程。好，来呀，为他乡送迎。落天
并生，谢万岁。可于本上奏。朕为朕一本起罪，朕向于本夸夸奏来。起罪万岁！现已突破时辰，建立献功，现在无门退阵，宣突破时辰上殿。万岁谕旨，转突破时辰上殿。路东站见将，愿身体万岁不僵。愧死并生，谢万岁。愧死远道而来，何事啊？万岁，暂仆亲戚所见，此举吾皇萧家公子到薛家，倘不合婚，已经万年长。难得暂仆一番盛情，呈上来。是。暂仆临许愿，死去吾皇萧家公子到薛江，倘不合婚，已经万年长。走，大相匆马老登，暂且为一贯外泄，听之听的。真明。臣弟愚笨弃罪，鸟弟请讲。弃罪万岁！先于波斯我儿格杀天竺使臣前来献功，并呈上罪责，仰慕他当公子之命，特累亲婚，望开天恩。从亲，使尽侮辱使臣，同类公洽亲婚，请等如何见解？万岁！国以民为本，与民风雨君，连年正传不幸遭殃。使尽之功是萧家公子，恩我别定，策尽两种谋，天下一家是英明之举。相互他当正当强盛，愧我惧怕这些小国内少，公子内事，今子牛也。夏家一座安危难保，且有损我他当国威呀。江小王此言差异，自古今今日好师弟君愿，君永与岁，亲生一家转到今天。两位爱卿说实多有道理，当下之际，何其预算，体现利益之邦，大国雄伟，实为上策。但故之于问陈玉生，吴国使臣真杀去，将我是何应得？万岁！以朕之见，从吴国使臣中通过比试挑选自由者，以获胜的时果而婚，以是证明我大当的威信。那怎么个比法？万岁！
是一些荒唐啊！哎，天作之人，何言荒唐啊？请得扶正。令吴国时人明杀经典必死，王邦征召王神立信之女，远赴千里后亲。万岁！亲
你看，永娘来了，谢公子请安。永娘免礼。永娘，今日有新鲜之事？启禀公子，此前我在来的途中，听得太监们都在讲今天之事，细语传播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永娘，请管讲来。今天之上，与部落使臣前来献贡，并向万岁请婚。公子，这不该是喜事。你是该死，万一一事。永娘，以何意思？谈讲无妨。望今天转身子，征召李氏王家女，总数367，远赴邻邦求亲，邦文发成古人里。家家闭门深深情，前头上下纷纷意，望难亲，洒洒情。
家文成公子有书房外去见陛下。师傅孩儿文成吗？见故作成。公子说他为大事而来，难道？快请他进来。是。万岁御旨，欲请文成公子有书房见驾。万岁！女儿问在，继父王请安了啊！父儿面里病身，此错谢父王。不在书房好好读书，来此做甚呐？父王。女儿平生列国使臣金殿取婚，姐妹们并无一生愿望，可是怎的么？你家女儿过了江，身在富贵逍遥，只怕苦难。
明上以为生与我师之间，今天是无事。生命那罗东站同师母之身，在黑宫三个家里之中，偏生望儿。此一时各位师尊求去天远。二妈，无事之中，与那泼墨在户举起笔书简一封啊。花儿拿去，款款拿去。谢父王。举过天剑断路。
降罪。七句万岁，这是当时有笔，请罪人这此呈堂。王
启程吧，儿郎，启程吧。公子请讲，公子请讲，公子请讲。640年，大唐贞观14年，文成公主离开长安，登上了赴吐蕃和亲的行程。江夏王李道宗奉旨率部座，文成公赴吐蕃与松赞干布完婚。超过1000人的送亲队伍，携带着释迦佛像珍宝，金玉书橱360卷，寝乱殿被卜筮经典300多种，营造与功绩著作60种，100种治病药方，医学论著4种诊断法5种，医疗器械6种，各种谷物和无青种子等，向吐蕃百姓播撒着大唐的文明和堂皇的亲善之情。昨天
意他乡。传令下去，所有人员出马，前面参照，阿谀赞美。
走
是也文章不官，戏法事，谋划最最用下公子，这乃小气之心，徒不足过。总之我一见，千去万倍，万倍千去。万岁恩泽适配，德配天地。林家公子远嫁三夫，私贼默默，甘不用情。倘不亲弟，永死不依。这位是公子不分公子的礼，不上书将相望小心北京王孙。丈夫年轻眼出冷泪，险些细细片刻。王爷，今则天气晴午，正好过午啊。小心在摸黑设立一个，相信王爷为我们自婚。不知王爷意下是何？丈夫之言怎看王爷？我们且看当成。王爷请起。
公元650年，宗赞干布病逝，文成公主借唐皇诏书遣使迎接回唐。文成公主毅然放弃回唐的机会，她热爱藏族同胞，她心装民族团结，她渴望世界和平，她一直居住在西藏。公元680年，文成公主逝世，吐蕃王朝为她举行隆重的葬礼，至今拉萨仍保存藏人为纪念她而造的塑像，距今已1300多年历史。宗赞干布雄才大略，促进了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，加强了藏族与汉族的亲密关系，为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。文成公主知书达理，不必迁遣远嫁吐蕃，为促进唐蕃间经济文化的交流，增进汉藏两族人民亲密友好合作的关系，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。这一切不仅被载入史册，也深深铭刻在汉藏人民心中。她是藏族人民心中的杜牧，她是汉族人民心中的女豪杰，她是中华民族的英雄。